来这件哪会遮尔啊无心肝？为着要来报复着男朋友，竟然甲亲骨肉活来淹死。苗栗这个21岁未婚妈妈，伊的囡仔才生出来7天，竟然甲抱到庙前的洗手台放水甲淹死，随后地地甲树地啊，等伫个门口埕的草埔，伊直到警方找上门，伊才承认讲，男朋友想歪见面，歪定这个囡仔，伊才会甲囡仔创好死，要甲对方报复。婴才出世7天，21岁妈妈竟然抱伊到庙前洗手台，用水甲倒死。是在这个位置吗？有踩下去的那里。就他有用什么包着吗？有。这婴尸体被发现是用塑胶袋啊包咧，等伫个草堆内面。原本妈妈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囡仔出事无报户口，警方来查，妈妈才承认是未婚入侵。男朋友事后无要见面，为着要报复对方，妈妈竟然杀害多出事的亲骨肉。他不承认，他说他生小孩啊，他是去拿肿瘤而已啊，他就怕那个肿瘤又说怕人家知道的，怕人家知道。等解剖完再跟各位说明，好不好？好。到底婴是毋是倒水死，也阁需要厘清。这个妈妈已经被休啊，伫3天前嘛曾经未婚生囝，伊的面书顶面拢是家己自翕的相片。伊这次为着报复伊的男朋友，竟然心这尔强，伫个庙寺的洗手台淹死家己囡仔，包附近的民众听了拢感觉真可怕。